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《游戏王国大冒险》。从前有个小男孩叫 Harry。Harry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玩，不管是溜滑梯、荡秋千、踢足球，还是和朋友玩枕头战，他都玩得不亦乐乎。有一天 ，Harry 在收玩具时，突然发现玩具箱里竟然闪闪发光。咦，是谁把手电筒放在里面？ Harry 好奇地把头探进去，结果咻的一声，他整个人掉了下去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奇妙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座高高的溜滑梯森林，森林里还有一排摇摇秋千，还有好大的足球园耶，枕头战城堡，以及闪着蓝光的神秘萤幕洞窟。欢迎来到游戏王国。一个小小的精灵飞了过来，他带着哨子，拿着安全手册，看起来就像游戏裁判。Harry， 如果你能通过这5个游戏关卡，学会安全的秘诀，就能成为游戏安全小冠军。Harry 听了，眼睛一亮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挑战咯。第1关，溜滑梯森林。Harry 看到一个超长超高的溜滑梯，好多小动物朋友排队在等。Harry 等不及了，他心想，我不想排队，从出口爬上去比较快。结果才爬到一半，后面的小猴子咻一下滑下来，差点把 Harry 撞成翻滚刺猬。Harry， 不能从出口往上爬，会被撞飞的。精灵大声吹哨提醒。Harry 吓得赶快爬下来，乖乖回去排队。可是，一滑，他又忍不住推了小兔子一把，想跟他一起下去。结果两人咚咚跌成肉球，滚到地上。哎呦，好痛哦 ！Harry， 溜滑梯要一个一个来，不可以推挤哦。精灵说。Harry 终于乖乖排队，坐好溜下来。可是滑到底时，他却坐在出口发呆。后面的小狐狸咻地滑下来，差点把他压扁成屁股尖顶。精灵立刻喊，滑下来要马上走开，才不会被撞到哦。Harry 恍然大悟，拍拍屁股站起来。Harry 学会了溜滑梯要排队，不能推挤，滑下来要马上离开出口。第2关，摇摇秋千。Harry 继续往前走，看到了一排秋千，动物朋友们荡得又高又快。Harry 一屁股坐上去，大喊，我要当飞天
只手，身子左右摇晃，结果差点从秋千上摔下来。Harry， 要坐好，抓紧，不可以乱晃哦。精灵急忙飞过来拉住他。就在这时，小松鼠跑过秋千前方，结果嘣，被秋千撞进草丛里，变成一颗草丛丸子。Harry 看得目瞪口呆。秋千前后不能站人，会被撞到。精灵严肃提醒。Harry 想玩得更帅，于是爬上秋千架，准备当蜘蛛人。结果脚一滑，咚，摔在地上，痛得他抱着屁股直哀嚎。精灵又吹哨，秋千架是挂秋千的，不是给你爬的。Harry 听话地回到座位，双手握紧绳子，轻轻地荡。阳光洒下来，风呼呼吹，他笑得很开心。Harry 学会了荡秋千要坐好，抓紧，不乱跑，不攀爬。接着，他来到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地，看到足球在草地上。Harry 一脚踢出去，球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路滚到草地外。啊，糟糕，我的球！Harry 二话不说就追上去了。结果球滚到马路边，他差点冲出去。哔哔！精灵急忙挡住他。Harry， 球滚到马路，不能自己追，那里有车子，很危险，要请大人帮忙。Harry 停下脚步，才注意到旁边真的有一条马路，车子呼啸而过。他吐了吐舌头，觉得有点丢脸。这一次，他换个方式玩，和小兔子、小猴子轮流传球，大家排队射门，玩得又热闹又安全。Harry 学会了踢球要注意周围，球滚到危险的地方，要找大人帮忙哦。接着，他再往前走，哇 ！Harry 看见一座城堡，城堡里有好多枕头，小动物们已经拿着枕头准备开战。冲啊！Harry 抱着大枕头乱挥乱撞，砰砰砰！他玩得太疯，结果咚一声，头撞到桌角，痛得直掉眼泪。精灵立刻出现 ，Harry， 枕头战要在安全、空旷的地方玩，不要在有桌椅、尖角的地方乱冲。Harry 吸吸鼻子，把枕头搬到大厅空地。他先问朋友要不要一起玩，然后轻轻拍了一下小兔子的手臂，大家砰砰互相打得哈哈大笑，没有人受伤。Harry 学会了枕头战要挑安全的地方玩，要轻轻挥，还要先问朋友。最后一关 ，Harry 走进闪着蓝光的洞窟，里面有一台游戏机，荧幕亮了起来，一个奇怪的角色出现了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住哪里呢？读什么学校？告诉我。
我就送你很多游戏金币，让你可以一直玩游戏哦。Harry 眼睛一亮，正要回答时，精灵啪的冲出来挡住一幕。Harry 不能把名字、住址或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。Harry 吓了一跳，急忙闭上嘴巴。他又玩了一会儿，眼睛开始酸酸的，头也晕晕的。精灵提醒他，萤幕游戏要记得休息，太久会伤眼睛哦。Harry 乖乖把游戏机关掉，走到洞口，伸伸懒腰，做做伸展运动，眼睛看远方的山，感觉好多了。Harry 学会了玩电脑萤幕游戏要适可而止，也不能把秘密告诉陌生人哦。Harry 终于完成了5个关卡，精灵把一个闪亮亮的勋章挂在他胸前，上面写着游戏安全小冠军。Harry 高兴极了，他大声说，以后我会玩得开心，也会玩得安全。话一说完，他眼前一亮，竟然回到了家里。原来这趟冒险变成了 Harry 的宝贵收获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游戏很好玩，但安全最重要。记住，溜滑梯要排队，不能推挤，滑下来要马上走开。荡秋千要做好抓紧，不要在旁边乱跑，也不要爬秋千架。踢球时，球滚到马路，要找大人帮忙。枕头战要在空旷地方轻轻玩，还要先问过朋友。玩网络游戏不能把秘密告诉陌生人，而且玩一段时间就要休息一下，伸伸手，看看远方。只要你像 Harry 一样，边玩边注意安全，每一次游戏都可以玩得放心，玩得开心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